俗阔时节开幕式暨奋斗吧怒江主题文艺晚会现在开始。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中共卤水市委副书记、卤水市人民政府市长何桂莲同志登台主持。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父老乡亲们，大家晚上好。正值峡谷两岸樱花绽放，完颜必将碧水欢歌之时，我们迎来了1年1度的傈僳阔时节。今晚，我们在这里隆重举行“奋斗吧怒江”2019年傈僳阔时节主题文艺晚会。首先，我怀着激动而喜悦的心情，很荣幸地向大家介绍莅临晚会并在前排就座的领导和来宾，他们是中共怒江州委书记纳云德同志，州人大常委会主任狄友堆同志，省卫健委副主任李善荣同志，华电云南发电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郑江涛同志，州委常委、卤水市委书记陈蕊同志，州委常委、州委秘书长、州委统战部部长李海曙同志，州委常委、州委宣传部部长郑毅同志，原州人民政府州长邱三义同志，原州政协主席楚有本同志，州边河区管理委员会主任、卤水市委副书记查冲同志，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袁绍坤同志，市政协主席杨绍红同志。莅临今天我们晚会现场的来宾还有宝山、大理、迪庆等友邻县市的代表，怒江州脱贫攻坚工作先进个人代表，以及给予本次活动大力帮助的企业负责人和社会各界人士。在此，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对各位领导和嘉宾的光临表示最热烈的欢迎和最衷心的感谢。下面有请中共怒江州委常委、卤水市委书记陈蕊同志致辞，有请。
在喜庆时刻，我谨代表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以及全市18.7万合族人民，向前来参加晚会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朋友们表示热烈的欢迎。对所有长期关心、支持泸水发展的各界人士，对于崇高的敬意，向全市的父老乡亲们致以节日的问候。改革开放40年，振兴中华。过去的一年，在党中央、国务院的亲切关怀下，在省委、省政府、州委、州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社会各界的大力帮助下，市委、市政府团结和带领合族干部群众，先制度以规矩及顽疾，在工具、在革命问题整改中前进，巩固、提升，在和平攻坚路上爬坡、不砍、砥砺前行，在项目建设中优化团体，一起共识，在党的建设中涵养生态，开启根基，一胜各种严峻考验，战胜各种困难挑战，人民生产生活条件明显改善，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在此过程中，我们历史群众展示了友好、善良、勤劳、实干的文明民风，展示了平安、安康、顽强、幸福的奋斗精神，展示了团结、奋进、追求美好的民主精神。中新党号跟党者感党恩，不忘初心，不负韶光，不懈奋斗，奏响了坚定民风斗争的新时代最强音。新时代奋斗的时代，只有奋斗的人生才称得上幸福的人生。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也是携带和平攻坚、结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之年。面对消除整体稀有贫困对象神圣而艰巨的新时代使命，我们这一代人要勇担历史责任，主动面对历史性的大变革、大转换、大开发、大发展，行动起来，好好关键一半，展望未来新生活，我们信心满满，让我们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以更加饱满的人群、全新的姿态，投身到和平攻坚的生动实践中，努力做到攻坚态势更强、劲头更紧、力度更大，以实干担当奋斗的姿态，开启泸水新篇章。最后，预祝2019年怒江历史活跃时间系统活动奋斗吧怒江主题文艺晚会圆满成功，祝各位来宾朋友们全身父老乡亲活跃快乐幸福安康。谢谢。下面有请中共怒江州委书记那云德同志
上台宣布晚会开始，有请大书记。怒江2019年艺术课时节主题文艺晚会开始。谢谢大书记。下面有请文艺节目主持人上台主持晚会。峡谷怒江，养心天堂，民族团结，宗教和顺，美景美食，最美公路，峡谷奇观，令人神往。秘境怒江，山高水长，担当丽卡山、独龙江、高黎贡山、怒江、碧螺雪山、澜沧江、云岭四山夹三角，由北向南，气势磅礴。三江并流，山水相宜，纵列前行，雄浑壮美。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位于云南省西北部，因怒江纵贯全境而得名，辖卤水市、扶贡县、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兰平白族普米族自治县，是中国唯一的傈僳族自治州。傈僳族文化源远流长，经久不衰，历久弥新。一年一度樱花开，千家万户庆阔时。阔时是傈僳语，意思是岁首。阔时节是傈僳族人民的新年，是傈僳族人民最隆重的传统节日。一桌桌美食，一杯杯美酒，一句句美好的祝福，一个个灿烂的笑容。祝愿来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已经成功举办了28届的怒江傈僳阔时节，已从傈僳族传统民族节日演化成集民族文化旅游、商贸交流等综合性为一体的重要节庆活动，是展示怒江文化旅游新形象的一张亮丽名片。党的光辉照边疆，党的恩情永不忘。怒江是一个典型的集边疆、民族、直过、山区、贫困为一体的自治州。长期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怒江经济社会的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对怒江各族人民如何早日过上幸福美好的新生活深情牵挂，就加快怒江经济社会发展多次作出重要批示，更加坚定了怒江各族儿女听党话、跟党走、感党恩、公脱贫、奔小康的信心和决心。责任与担当，光荣与梦想，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新时代的怒江，有一种精神叫奋斗，有一种收获叫幸福。泉州上下豪情万丈，干部群众一起上，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团结奋进，砥砺前行，共创怒江2020新气象。奋斗吧，怒江！滔滔怒江水，悠悠峡谷情。峡谷怒江，
养心天堂。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来到奋斗吧怒江2019年怒江傈僳阔时节主题文艺晚会的现场。祝大家阔时节快乐！我是为你着迷王昭。艰难困苦遇汝于成。改革开放40周年，怒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脱贫攻坚指日可待。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星辰，你们好吗？现场和电视机前及网络直播终端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今晚的主持人葛建州，非常开心和大家欢聚在这里。今晚星光璀璨，歌声飞扬，我们欢聚在这里，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发扬克贫攻坚的奋斗精神，共同欢度2019怒江傈僳阔时节。你的嘛喝嘛舒服，是起来嘛出饭出啥子？我呢傈僳我节目马上的不西风啊，就说可是喊你花花。今晚您将欣赏到的是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视听盛宴。一年四季，春夏秋冬，时光总流转，日历又翻篇。古歌中唱道：一年12月，这个月最好；一年360天，今天最好。今天日子好，亲朋来相聚；今天日子好，太阳从山顶跳出来；今天日子好，樱花开满山坡；今天日子好，月亮从谷底升起来。春如庆，或时欢，把舞跳，把歌唱。
好的，我们要谢谢我们的演员们的精彩演出，掌声送给他们。但是欢跟的有话题嘛，我弄那么年，阿多支付满10摆来空了，光欺负的内置都干了，懒懒散散干干气气的，那还提了纸瓜子，你提了纸瓜子比我弄那啊。接下来啊，我将为大家邀请出的这个特别的表演嘉宾。都说豌豆包藏豆包，快快乐乐小豆包。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欣赏到阿古瑟少儿合唱团的小朋友们为我们带来我们都熟悉的怒江童谣《打哩图来地哩图来》，掌声有请。大家说我们的小可爱们表演棒不棒？棒的话，多一点掌声和呐喊声送给他们。谢谢小朋友们，谢谢。我觉得来到这个怒江真的非常的让人着迷呀，你知道吗？而且很富有激情。是，然后真的是歌的海洋，舞的海洋。我想怒江是咱们一直心驰神往、向往了很久。等了很多年，然后终于来到这里了。对，其实，在怒江，咱们的各少数民族同胞都非常的能歌善舞。比如说，有一位在咱们怒江当地本土的歌手非常厉害，他每年在阔时节的时候都会登场为大家唱歌。最重要的是，在整个东南亚地区，只要有傈僳族的地方，就会有他美妙的歌声。大家知道他是谁吗？我听到好多人喊他的名字啊！是的，是的，他就是阿纳斯语。哇哦，尖叫声！我知道他的傈僳儿女幸福多，大家都非常耳熟能详。接下来舞台留给阿纳斯语，他将为我们大家带来傈僳吉祥谣。来，掌声有请。
好的，谢谢阿纳斯语的天籁般的歌声，我们再次把最热情的掌声和呐喊声送给他们。谢谢大家，好棒啊！现场的观众也非常的热情哈。接下来将要登场的这位歌手，他来自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他是中国彝歌会的亚军，是咱们彝族新生代的实力歌手。今天他将带着兄弟般的情谊来到晚会现场，和我们共同过40节。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再次用最多的热情掌声和呐喊声，有请江石部，有请。录像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祝愿我们所有录像的人民过节快乐，怎么肯定？牛牛罗，把手给我好吗？如果你还像现在的我，请给我一个温柔的提示。其实我早已爱上了你。早就想对你说我爱你。如果你还像现在的我，请给我一个温柔的拥抱。其实我早已爱上了你，早就想对你说我爱你。布拉西苏，布拉西苏。布拉西苏，布拉西苏，嘿嘿嘿，布拉西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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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嘿嘿，布拉西苏阿萨牛牛罗。谢谢，开始收嘞。如果你还像现在的我，请给我一个温柔的提示。其实我早已爱上了你，早就想对你说爱你。布拉西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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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嘿嘿，布拉西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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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嘿嘿，布拉西苏阿萨牛牛罗。远处传来谁的歌声，谁为谁歌唱？岁月在心中留下个美丽，让我如此迷恋。如果你还像现在的我，请为我打开爱的窗口，在城市停电的夜晚，我想为你讲个关于太阳的故事。一起动起来好吗？布拉西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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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嘿嘿，布拉西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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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嘿嘿，布拉西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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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嘿嘿，布拉西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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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嘿嘿，我不吐出过来，阿斯牛牛吧，阿斯牛牛不过来，很记得吧。힘지다 부고래 말마가 줘 말마가 지고래 아싸니는가 뭐부터 죽고래 아싸니는가 아싸니는 부고래 힘지다 봐 힘지다 부고래 말마가 줘 말마가 지고래 아싸니는가 루라시수 아싸 년율로 如果你还像现在的我，谢谢。
伟大的变璀璨的华章。东方风来满眼春，送春风，舞银莲，挥铁锤，当引领我们走在阳光的路上。改革开放，怒江峡谷迎来了又一次巨变。春风一夜绿神州，遍地芳华怀远谋。40年，我们风雨无阻；40年，我们砥砺前行。奋斗吧，怒江！古老的歌谣写满祖先的故事，怒江水合着雄浑的节拍，在三江并流的腹地，悠扬的歌声一直在回响，那些动人的传说永远铭记在怒江儿女的心间。歌声如海，人流如潮，峡谷里回荡着欢声笑语，这是节日的礼赞。峡谷怒江，养心天堂，从来都不曾被遗忘。大理解决嘛的美丽嘛的，改革开放历史和过了嘛关，大理河嘛，作为州政府、市委市政府提倡的河嘛说14，河嘛是有我们800年海的嘛呢，王子它是王子过继的，王子它是王子嘛就啥嘞？怒江缺条件，但不缺精神，不缺斗志。听党话，跟党走，感党恩，团结一心，建设美丽幸福的新怒江。凝心聚力，脱贫攻坚，战鼓擂，奋斗吧，怒江！天地转，光阴迫，多少事不能等。高山间，怒江畔，夏如镜，脱贫忙。把一首歌声飞出心窝窝送给大家，祝大家破10节快乐！歌
山河，各族兄弟心连心。毛主席的教导永远记忆心窝。谢谢啊！哎，这首歌特别好听啊！这是在怒江地区在上个世纪70年代广泛流传的《歌声飞出心窝窝》，真的人美歌美。哎，这首歌就是那会儿广泛流传的时候，您应该还没出生，因为您看着像18岁的样子。对，这首歌确实比我大了20多岁。那听完刚才这首咱们怒江当地这首非常好听的歌，接下来是不是再为大家唱一首呢？大家说好不好？主持人，难道要请我唱歌吗？同意的请鼓掌。不是我，是另一个。对，接下来的时间是的，有一位主持人将会跟静碧老师一起来唱歌。他就是我们著名的男高音歌唱家，也是今晚的另一位男主持人，孔雀金奖获得者葛建州老师和李静碧合唱一首《不忘初心》。险些浇灌出花开的国度，生死相依，只为了那一句承诺，报答你是我唯一的倾诉。树高千尺，根深在我土，你是大地给我万般呵护，生生不息，只为了那一份托付，不惧风雨，迎来新日出。你是我的一切，我的全部，向往你的向往，幸福你的幸福。初心，继续前进，万水千山最美中国道路。
前行。哇，谢谢两位歌唱家的精彩演唱，简直太棒了！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二位。我们知道歌唱家老师其实在省内的很多大型晚会，甚至国内很多大型晚会，大家都非常熟悉和喜爱你们。刚才有一位热心的观众说，希望可以再聆听葛建州老师再为大家唱一首，所以您看着办。现场的朋友想听吗？好嘛，那我恭敬不如从命哈，给大家再唱一首歌好吗？好，谢谢，来，谢谢，有请，谢谢。怒江啊，说来话长，因为像我的家乡一样，我来怒江已经很多次了。最近这几年啊，我每年大概4到5次要进来，我觉得每一次来啊，都有新的变化，马路越来越干净，路越来越宽，城市的建设还有老乡们的建设越来越好，楼房越来越高，老百姓的脸上露出的笑容越来越多，对吗，朋友们？是的。接下来我想演唱我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幸福小康》，送给大家，谢谢。脚步让我们看见崭新的希望，谁不盼望美好时光温暖你我的心房，每天的努力会让我们的生活充满花香，同心才能同往，凝聚就是力量，每天都在路上，为那天下家国兴旺。谋呀谋呀谋幸福，奔呀奔呀奔小康，为心中永远的梦想，家国兴旺。一起打拍子好不好？谢谢，谢谢。谁不盼望幸福阳光照进每一家门窗，春天的脚步让我们看见崭新的希望，谁不盼望美好时光温暖你我的心房，每天的努力会让我们的生活充满花香，幸福生活小康，快乐悠然荡漾，怀着美丽梦想，就会走进幸福的地方。谋呀谋呀谋幸福，
结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在怒江，秋如庄，多姿多彩的生活，不分你我他。现在您欣赏到的是由怒江民间文艺志愿者快乐大风车带来的怒江傈僳族、独龙族、怒族、藏族、土米族、白族、彝族等8种民族的服饰展演。怒江水日夜流淌，千百年来，怒江各族人民在这里繁衍生息。在这块神奇的土地上，各族人民生产劳作，生产方式大同小异，各民族和谐共处。是多元文化共荣共生、交辉相映，是一个民族团结的和谐家园。
咱们怒江五彩斑斓的少数民族服饰，我真的有一种想冲上来跟他们走的欲望。一起走，对不对？走起来，走一个。真的特别特别的美。哎，除了这样的一个非常漂亮的服装之外，其实，在咱们怒江有非常多的好听的歌曲。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想向现场的朋友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推荐一首歌。这首歌呢是由著名的音乐家曲波先生专门为贡山独龙江而写的一首歌，叫做《秘境天堂》。听起来这首歌很棒，那么接下来的这位歌手就要演绎这首歌了。这位歌手是谁呢？他就是闻名全国的独龙族歌手，是怒江州音乐协会副主席。2012年，他参加了中国红歌会，获得了总冠军。2013年怎么样？对，他参加了春晚。他也是咱们怒江人民的骄傲。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准备最多的掌声和呐喊声，有请阿普萨萨。阿吉苏花花，呼吸嘎起钢切，阿个嘎起哇！给大家送上一首新歌《秘境天堂》。雪山闪耀吉祥的光芒，彩虹美丽仙女的脸庞，温面珍藏沧桑的漂亮，茶古道最后的马帮，真香沉醉世界的心房。就是赶起赶起，花花。彩虹美丽仙女的脸庞，温面珍藏沧桑的漂亮，茶古道最后的马帮，真香沉醉世界的心房。他
项目啊，有糯米瓜，提你的啥提你机子，提你的啥提你，阿吉说的嘎起是那啥子，可是画画。谢谢阿普萨萨老师，我觉得阿普萨萨老师把这首歌啊，把所有咱们怒江的神奇和美全部都演绎出来了。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们，好吗？今天我第一次来怒江主持节目，然后怒江是我非常神往的地方。然后来之前我发了一条朋友圈，我说我一直等着可以来怒江主持，因为来怒江主持之后呢，整个云南各个地州我都去主持过了，所以今天我要特别感谢怒江的各位领导，感谢怒江的所有父老乡亲们，给我这次机会站到这里，谢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欣赏到的就是非常美丽的普米族的传统歌曲《西番调》，它旋律高亢、悠扬、凄美，同时呢，内容分这个苦歌、叙事古歌和情歌。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掌声有请我们同胞们带来精彩表演。现在为你展示的是普米族传统的舞蹈搓搓，汉译为跳舞。搓搓分别于2006年和2009年列入省级传统文化保护名录及第2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文化名录。搓搓本身鲜明活泼、欢快热烈，具有感染人的艺术魅力，深受老百姓的喜爱。曾在中央电视台成功展演，而且曾成功的出访捷克、法国、美国等多个国家进行展演。
来，掌声支持一下！哇，你知道吗？从昨天开始彩排的时候，包括刚才，我就觉得看到他们跳，我的脚杆就发痒了。我觉得对，你在后台刚也跳起来了，我看到了。真的是真心讲，特别的美。是的。哎，现在可以说，随着一天天的发展，咱们这个怒江可以说变得越来越美了。咱们的各少数民族同胞的生活也过得越来越好了。没错。我们通过电视和手机终端新闻啊，知道了咱们独龙江乡脱贫了，这是今年咱们怒江州的喜事，是云南乃至中国的大喜事。恭喜恭喜！标语呢是独龙江乡独龙族原始狩猎时代的遗风。这个活动和古老的习俗反映剽悍勇猛的民族性格，还有它的宗教信仰，是反映古代狩猎民族生活场景的活化石。那么接下来请欣赏由贡山县民族文化工作队带来的文艺精品节目《标娱乐》。来，掌声有请。
间天堂。陆家的朋友们，你们好！贺春节快乐！花无路也不看，国无小妹什不好啊！歪噜噜噜的滚哪在？最近那个来。我要你们热情的掌声！后面，南京没有酒，南京毒啊，南京没有布，南京水，阿孙在你吵了，西孙在你摇了，这两么这两翻过口啊，那个那个翻过来，阿孙在你吵了，西孙在你摇了，我要你们的叫声！那边的跑！头上上过马眉头，他没抬头不抬头，马不抬头啊，想吃草；眉不抬头爱风流，眉不抬头爱风流啊！我跟小妹啊配成双，每顿吃饭我先尝，吃过鸡蛋哎，溜过黄，
被称为歌坛轰炸机的高鸿章老师。掌声大好，大家送给他。这个披着羊皮的歌者相当的厉害，他参加过春节晚会、湖南卫视的春晚，他也是萨顶顶全球巡回演唱会的嘉宾，中国9歌大赛的金奖。我想此时此刻再次把掌声和呐喊声送给他。你知道吗？他的歌已经让人这个激情澎湃了，而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出今晚的另一位压轴嘉宾。千禾，我跟你说啊，好，在20多年之前，中国突然有一支少数民族乐队红遍了，少数民族的组合红遍了大江南北，大街小巷都在流唱他们的歌，甚至他们的第1张专辑我首首都会唱呢。关键他们的歌，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熟悉，比如说7月火把节。哇哦！你看现场，我觉得好多小朋友啊，我看到好多小朋友都举着这个巴掌。就虽然是20多年前，但我想他们应该也是这个组合的粉丝，对吗？他是谁？没错，山鹰组合队。我今天我觉得特别的兴奋，马上就是要跨年的时候。是的，然后我终于可以在咱们怒江再次见到我的偶像。那么他今天亲临来到我们的现场，他是山鹰组合的创建者之一，彝族歌王。同时他的歌大家非常熟悉，比如说吉克隽逸唱的那首《带我到山顶》，以及现在正在流行一直很红的歌叫做《东山美人》。所以来的这些的们准备好最多的掌声和呐喊声，有请歌王奥杰阿格。怒江的朋友们好。
这是哎，开始烧，谢谢。子墨，这第一次来到我们美丽的怒江，看到那么多的怒江的朋友，特别感动，同时感受你们的热情，特别的开心。嘿。可是啊，在我们那个大凉社的语言里，也是过年的意思，在这边也是过年的意思。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大凉社最近刚刚也过完这个彝族的年，这边跟酷使节一样的个概念。第二个就是在我们这个大凉山州，还有跟那个怒江州也是兄弟州，是都属于那个山区三州，所以今天我来到这里特别的感动，所以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表达我的情感，所以在这里说一声祝福大家酷使姆萨，酷使快快！开始说，谢谢。那确实，怎么讲呢？我是彝族。来，掌声热烈的有请我们的会议的老师们给大家带来这首歌，好吗？待会儿我们继续慢慢介绍这边的音乐的同时，我们一起把晚会搞得更快乐一点，好不好？酷使姆萨，怎么的？酷使快快！把米我子把季节，是那子米我把的走谁？米我子中标要一个，中山要你耶。千娃子可能一把回，好车子都可给过走给。二哥是最后对那个配合那么谁？把米我子把季节，还能子说个高高走谁？我来自哪能需要不，我不可能学。用儿子一里不喊高，用儿子一里不
哇，太棒了，对不对？因为确实是这种原生态的音乐，就是音乐播音，他们这边呢在全球都流行所谓的世界音乐。但是我想告诉你们一句，就是世界音乐真正的源头就在我们少数民族音乐里面。所以每一次听到现在大家的世界音乐，觉得多么的伟大，但真的源头就在少数民族音乐里面，只是我们还没有把这个对接的这个窗口做得还更完整。所以我们一代一代人一起努力下去，好不好？那么我听说现在的胡公公也有一个乐队，他们是做这个当地的这个世界音乐的，他也代表弄家曾经在全国很多的这种世界音乐的品牌里展演过。现在我们也把他们请到这来为大家表演，好吗？有请江小春，还有他的木火乐队吗？耶，就是他们，来吧来吧，大家掌声一下好吗？阿基苏，可是，好好。琵琶古之江，哈雷加雷哈雷加，我拉琵琶一支江，哈雷加雷哈雷加，是我最儿子来红，哈雷加雷哈雷加，是路脚木来红，哈雷加雷哈雷加，不挂地空空来红，哈雷加雷哈雷加，不挂地鸡鸡来红。哈雷加雷哈雷加，哈雷加雷加，哈雷加雷加，公是加，零是加，公是加，零是加，切莫斯切就马擦擦擦，奔赴切莫斯切就马擦擦擦，奔赴切莫斯切就马擦擦擦，奔赴太多切。切度切，切度切度切度切，切度切，切
哎，呀牛哎，呀牛哎，呀牛哎，得它得在日落哎，呀牛哎，得把得边日落哎，呀牛哎，穿一束把铺出来，呀牛哎，去那竹把呢，早比咱来拉罗哎，呀牛哎，米啦米啦哎，就啦就啦哎，得他得在日落哎，得把得边日落哎，耶就罗吧罗吧罗吧耶罗耶嘟嘟罗吧罗吧罗吧耶罗耶咻咻罗吧罗吧罗吧耶罗耶嘟嘟罗吧罗吧罗吧各自的茶拉罗哎，也不的茶拉罗哎，各自的茶拉罗哎，也不的茶拉罗哎，得同九边大同九边。得同大同九边，大同得同九边，得同九边，大同九边，得同大同九边，大同得同九边，一手金呢喂，一手金呢喂，看谁看得见，一手金呢喂，一手金呢喂，各自修修木嘞，一手金呢喂，一手金呢喂，看谁看得见，一手金呢喂，一手金，各自修修木嘞，一姑你是啊，一姑你是啊，一手的个子呢，代表许的个子呢，呀啦呀呀啦，一手的个子呢，代表许的个子呢，呀啦啦呀啦，嘿，一手金呢我占了俺占了，一手金呢我少你少两步，一手金呢我呀了俺呀了，一手金呢我恨你恨两步，一手金呢我占了俺占了，一手金呢我少你少两步，一手金呢我呀了俺呀了，一手金呢我恨你恨两步嘞，一手来吧，把掌声送给我们的幕后乐团。这个怒江的音乐区的这音乐太丰富了，真的。接下来还有一曲年轻的有一个梦想的
也来自这个怒江音乐群呢，我把他们一一介绍给大家，好不好？我介绍一个，你们呐喊声就大点，好不好？他们依次是怒撒组合、珊瑚组合、古风组合、李立峰、刘春、欧二华、陈小军、马小辉、叶龙子，还有来自丽江的怒江乐曲的特邀嘉宾，傈僳族歌手稳迪。大家响声大调，邀请上场了！太棒了，他们！你米提提自拉瓦，自拉瓦。沙瓦迪可可提嘎嘞，提嘎嘞，那一扎吉克多鲁嘎嘞，阿兹里马布奇。乞咖喱，乞咖喱。姑娘们唱喜悦的歌谣。小伙们跳轻快的舞蹈，举起那杯呀，喝着同心酒，小起那杯呀，碰一杯酒，乐跳起来，唱起来，乐跳起来，唱起来。滚腾的江水，美丽的沙土，最美花鼓，跳起你的舞，又打起旗，唱起你的歌谣来。多情的木棉，古老的誓言，一张蓝天，一束的牺牲，车窗万代，杜鹃花为你开。杜鹃花为你开，杜鹃花为你开，杜鹃花为你开。好，祝这个团队大家好，谢谢。我来自丽江的傈僳族歌手稳迪。那过年了。喝点2年是可以的，但是不能干酒醉，好不好？小我们一起干酒醉，再来一遍好不好？小我们一起干酒醉，我爱你们，走！开始！
让我们一起干酒醉，让我们一起干酒醉。又是那三
那啥嘞。大家晚上好，我是马小飞，过节快乐！谢谢。
洒洒，呀就白咖来么，就白就啥咖就来，路家路吧那洒洒，路路吧个季节。干嘛有目光？路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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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冲着他不光。能不能傻傻，能不能一起去，能不把你累，为啥去奔波，干来就来么？为啥就来波，干起来上来，能不能去去，嘿，能不能傻傻，能不能一起去，能不把你累，为啥去奔波，为啥就来波，路家么，干出来，路家么，路出来。太棒了，是不是？因为我觉得每一个地方的这种文化发展，音乐是最重要的力量。我没想到陆江的乐曲这种还是精彩的表演，我也非常感动。那么最后来给大家带来好不好？这个是我们的歌，我们同唱一段小时的歌，这首歌的名字叫做《要走的阿表，要走的阿表妹》，献给所有的朋友，祝你们同时好运！来吧，音乐大一点，谢谢。走了一步哇两眼，哪个舍得你？要走的老表呀，要走的表妹，走了一步哇两眼，哪个舍得你？走了一步哇两眼，哪个舍得你？哪个舍得你？音乐再大一点，谢谢我的理想师，怎么可能？手中的荧光棒，怎么可能？白天想你也不黑，夜晚想你天不亮。为何你来了又走了？阿表哥舍不得。太阳太阳别出来，月亮月亮你别出来，太阳出来阿表妹就要走，月亮出来一思念我就会哭，阿表妹你别走，哪怕等到太阳出来，阿表妹你别走，哪怕等到
春夏秋冬又一春，又是一年春来到，奋斗吧，怒江！是人间世外桃源，离人生
祝福你千年情万世流芳，我们祝福你，祝福你大喜拿撒，你是人间前世外桃花，令人神往。我们祝福你，祝福你我的奴家，我们祝福你吉祥又蓬勃兴旺。我们祝福你，祝福你在中望你，尽情奋斗吧奴家，我的妈妈。我们祝福你，祝福你我的奴家，我们祝福你千年情万世流芳。朋友们，改革的春风浩浩荡荡，山高水长挡不住怒江儿女对幸福的向往，开放的步履奋力向前，风雪骄阳留不住怒江儿女前行的脚步。提振精气神，打赢攻坚战。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的伟大时刻，怒江各族人民齐心协力，脱贫致富，奔小康，众志成城，摘宠茂，村村户户换新颜。改革开放40年来，从开启新时期到跨入新世纪，从站上新起点到进入新时代，40年风雨同舟，40年披荆斩棘，40年砥砺奋进。我们党引领人民绘就了一幅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历史画卷，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气壮山河的奋斗赞歌。党的光辉照边疆，边疆人民心向党。40年来，从歌声飞出新窝窝到奋斗吧怒江，怒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你们嘛，河马叔叔是去那嘛球拍球啥子？啊，就说呱呱，你们呢女多呢吃多可呢？门口门呱呱光天天陪着娃他球啊。20块钱有退休了，光天天没吃都干了，男孩提光吃辣子，女人提光剥辣子，剥嘛的是剥辣子，杀嘛的是杀辣子，不花不袜子，别花别袜子。我们坚信，在中共怒江州委州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下，万众一心，共同努力，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全面小康，实现跨越发展，一定会早日打赢脱贫摘帽攻坚战。是的，新的一年，新的开始，怒江正以新的姿态、新的风采，向世界展示着峡谷怒江的独特魅力，昂首阔步，迈向新的征程。让我们共同祝愿怒江的明天更加美好。护士节期间，歌声不停，欢乐不停。明天晚上在这个舞台上，我们还将举行怒江大峡谷歌会的总决赛，朋友们都可以继续参加。而且今天晚上我们并没有结束，待会儿还有更精彩的内容呈现给各位。现在，让我们把目光转到舞台的两边。接下来，请欣赏傈僳族的传统节目上刀山表演。